其實咧，呢一啲就係人參根據唔同嘅炮製方式咧，唔同狀況底下嘅稱呼嚟嘅。咁人參啱啱採摘嘅時候咧係鮮人參，如果就咁存放咧，大概只可以擺1至2個禮拜度。咁所以好多將人參曬乾或者係低溫烘乾啦。咁呢一種咧生曬參咧就會稱為白參，咁存放嘅時間咧就可以耐好多。而我哋市面上咧常見嘅高麗參，其實就泛指一啲經過紅參高危製作嘅韓國人參。咁喺外觀上咧係啡色，切片之後咧入邊係一個紅棕色嘅。咁呢一種咧就適合咧用嚟作為大補元氣。至於咧同樣都係用韓國人參，用咗另一種特殊浸煮烘乾高危，外表淺黃色。咁切片後咧內部呈褐色咧太極參。咁呢一個有補而不燥嘅特性，亦都好適合每日養生滋補。而最容易令人混淆嘅咧，就係高麗參同埋太極參。製作太極參咧，需要更加精細嘅技術，所以市面上係比較少見，亦都比較少人去認識。就好似煮溏心蛋係難過煮全熟蛋。咁相對紅參嘅製作工藝嚟講咧，太極參嘅工藝水平係要求相對比較高一啲。